国内消息，咱要先来关心的是美国总统 Trump 接受专访，表示讲，伊已经为影音平台 TikTok 去找到一群好野人，要来甲伊买落来。2礼拜内就会公布因的名单。今嘛针对这美中关系呢，Trump 是强调讲，目前甲中国是真和谐，甚至针对中国人涉嫌走私病源入去到美国的事件，伊嘛是留啊讲一个尔。今嘛是有日本团体报道讲，在中国是有计划要邀请 Trump 去到中国的天安门广场来看阅兵典礼。中国伫在跳动之下，电影因平台 TikTok 伫美国面临无被特禁的禁令，高达已经有3摆延长宽限期。川普就职时头一摆宣布，期限延长75日了后，直到延长到6月19。这个月较早，搁延长宽限期到9月。川普离高接受福斯新闻网电视节目拜二赛季单未来专访的时指出，已经为 TikTok 找到卖家。It's like TikTok. I'm extending that, but no big deal. We have a buyer for TikTok, by the way. I think I'll need probably China approval, and I think President Xi will probably do it. Who's buying? I'll tell you in about 2 weeks. A big technology company there. Very, very wealthy people. It's a group of very wealthy people. 川普伫接受访问的时也淡化北京有关激进行为的重要性，也表示世界都是安尼运作。这包括伊对中国会有2名中国公民涉嫌走私危险病原体入境美国方面事件的看法。川普是咧回答相关提问，说明家己安怎看待中国偷摕智慧财产权、侵害美国电信系统、甲新冠疫情争议时发表看法，也强调甲中国斗阵和谐。另外，日本媒体共同社报道，有知影内情的人士指出，中国计划邀请川普出席9月初3伫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庆祝大会甲阅兵式。9月也拄到联合国大会伫纽约举行，美国提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。那这2项计划其中的一项成真，也是川普第2任期以来美中2大经济体领导人头一摆面对面会面。公司新闻陈伟霆编译。